大家好啊，我係小維啊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個頻道。各位老友，今日同大家傾一個最心噏亦都最現實嘅話題。珠海樓市已經涼到透心涼啦，港珠澳大橋都救唔返。2021年之前，珠海係大灣區神話之城，人人都話下一個深圳，港澳嘅後花園，炒房客蜂擁而至。飲茶費啦，排隊搶房，綁定裝修，買到就等於賺到。2026年嘅今日，神話遂成渣啦。金灣從3.5萬跌到1萬出頭，滬深路口2萬變6、7千，橫琴500萬買入，335萬賣出，首付直接蝕到清光。中央同埋珠海政府不斷咁出救市政策。首付降至 15%， 利率係 3.0%， 以舊換新補貼3萬，公積金貸150萬。業主仲以為救市就係救我啦，房價即刻會反彈，傻唔肯降價。但係真相係，你以為係救市，實質係救庫存、救開發商、救銀行，唯獨唔係救高位接盤嘅你。今日我用數據、用事實、用底層嘅邏輯同大家講清講透珠海樓市嘅死穴、炒房客嘅絕境、救市背後嘅真相。首先，我哋講第一個問題：珠海樓市點解會涼到咁徹底呢？連港珠澳大橋都救唔返呢？金灣航空新城巔峰嘅時候3.5萬一平方，而家係1萬出頭，跌超過 70%。當年首付30%，而家淨值直接係負數，首付蝕到渣都冇。斗門滬深路口2萬一平方，跌到而家6到7千，跌幅超過 60%。有業主2500元一平方甩賣，呢個價格直接係跌返2006年嘅價格。橫琴高峰嘅時候3.5萬一平方，最低1.5萬。500萬買入嘅樓，而家335萬賣出，賬面蝕咗165萬。市區嘅老破小，香洲湖灣里1.9萬一平方，跌到1.77萬。拱北關閘2.4萬，舊峰值跌咗20%，月跌7% 成常態。而家嘅珠海買到即賺到，變成買到即腰斬，最後換你一身債。當年炒得最犀利嘅就係港珠澳大橋通車，珠海承接香港外溢，房價必漲。但係現實係大橋通車之後，香港人嚟珠海置業嘅數量遠遠低於預期。但係香港人要嘅就係就業、醫療、教育。珠海產業薄弱，留唔到人。所謂嘅港澳後花園得個後字，冇花園名。香港人寧願去深圳、廣州都唔嚟珠海。大橋紅利期由2015年至2021年已經被炒房客透支晒，而家紅利耗盡啦，剩得一地嘅雞毛。2026年4月數據，珠海商品房嘅銷售面積同比跌咗 34.6%， 住宅跌咗 25.8%， 寫字樓跌咗 68.8%， 二手房更加慘，5萬套掛牌，月成交得個幾百套。金灣斗門好多小區係零睇樓、零成交。而家嘅珠海樓市已經進入到一個死循環，降價冇人買，再降價仲係冇人買。珠海樓市最大嘅定時炸彈就係庫存高到離譜，去化周期嚇死人。庫存數據725萬平方待售，去化周期係45個月。截至2026年嘅4月，珠海商品房待售面積係725.88萬平方，住宅係268.93萬平方。按近12個月銷量計算，去化周期高達45.3個月，即係就算唔賣地、唔新增供應，都要賣3年9個月先至賣完。而健康樓市嘅去化周期係12至18個月。珠海係健康水平嘅2.5倍，嚴重庫存過剩。斗門嘅庫存佔全市嘅35%，去化周期超24個月，
到處都係新盤，樓仲比人多。金灣、航空新城、湖心路口密密麻麻都係新房，路邊每隔幾百米就係一個樓盤。夜晚烏燈黑火，入住率不足30%。香洲市區相對就會好啲，但係老婆小紮堆，新房去化都要18個月以上。點解庫存會咁高？咁就係當年瘋狂供地買下嘅禍根啦。2015年至2021年，珠海樓市火爆，政府瘋狂賣地，開發商瘋狂起樓，人人都覺得房永遠好賣。結果2021年之後，行情急轉直下，房係起好咗，但係冇人買，全部變成庫存。依家嘅珠海房係多到可以容納整個澳門人口，但係剛需人口寥寥無幾，供嚴重大於求，房價唯有跌。眼見樓市崩盤，中央同埋珠海政府坐唔住啦。從2022年到2026年，救市政策一波接一波，力度越嚟越大。一就係信貸寬鬆啦，首付15%，利率3.0%，買房門檻降到最低，首套、二套首付低至15%，係歷史上最低啦。房貸利率大概係3.0%，比起2021年嘅5.8%低咗近3個點，月供大減，商辦首付30%，唔限購唔限售，鼓勵投資。二、補貼加碼，以舊換新補3萬，契稅減免，公積金貸係150萬。以舊換新係買新房補網簽價1%，最高3萬，有效期係至到2026年底。契稅優惠只係計珠海本地住房，橫琴就唔計啦，減少稅費成本。公積金單人貸100萬，雙人貸150萬，多子女嘅家庭上浮20%。三就係供給側托底，國企收庫存，盤活存貨，保交樓。2025年專項債收儲係66.5億元，閒置地同埋存量房，減少市場供應，推進城中村改造，房票安置，消化庫存。國企攞地，國企開發托底土地嘅市場，防止開發商走路。政策一出，業主即刻信心爆棚啦！中央都救市啦，珠海房價肯定反彈，我就唔降價啦，等行情好再賣，肯定賺返嚟。依家降價就蝕本，撐住就有希望。於是乎，業主集體惜售，掛牌價堅挺，寧願空住都唔降價，傻咁以為救市就係救自己啦。其實所有嘅救市政策從嚟都唔係救高位接盤嘅業主，而係救3個主體：庫存、開發商、銀行。以下嘅內容句句都讀穿真相，可能好殘忍，但係事實。珠海庫存725萬平方，去化係45個月。如果任由房價自由下跌，庫存會加速貶值，開發商徹底破產，房價暴跌會引發連鎖嘅反應，業主斷供啦，發拍房激增，銀行壞賬，最終導致樓市崩盤，經濟受衝擊。救市嘅第一個目的就係穩住庫存價格，慢慢去化，防止崩盤，而唔係令到庫存升值，令業主賺錢。2021年之後，珠海好多開發商資金鏈係斷裂嘅，爛尾樓風險好高。救市政策，國企接盤，專項債收儲，保交樓資金，本質就係救開發商，防止房企走佬，樓盤爛尾。如果開發商都冧咗，咁業主買嘅樓爛尾嘅話，就血本無歸。所以救開發商等於係保住你嘅樓可以交付，但絕對唔係要令到你嘅樓漲價。珠海樓市嘅貸款規模巨大，好多業主高位接盤，首付都蝕晒，隨時可能斷供。如果大量業主斷供，咁銀行房貸就會變成壞賬，金融風暴就會爆發。救市政策係為咗降低月供、延長還款期限、穩住房價，本質係幫銀行減少壞賬，保住金融安全。銀行要嘅係你繼續供樓，唔係斷供。
亦都唔係話要令你賺錢你解套。2008年救市救嘅係經濟，救嘅係開發商，高位買房嘅人照樣蝕。2015年救市救嘅係去庫存，救嘅係銀行，高位接盤嘅人一樣套路。2026年珠海救市歷史重現，救庫存，救開發商，救銀行，唯獨係唔救2021年高位買房嘅你。你以為救市係雪中送炭，實質係幫房企銀行，對你係雪上加霜。房價唔會升，只會陰跌。你嘅首付已經雪咗，永遠翻唔到嚟咯。最後同所有嘅珠海業主、炒房客講幾句嘅真心話：大灣區概念透支，港珠澳大橋紅利耗盡，庫存高企，供需不足。未來珠海嘅樓市只會陰跌橫盤，絕對唔會保漲。2021年高位接盤嘅你，房價回到巔峰價，概率為0。救市政策只會延緩下跌速度，唔會扭轉下跌趨勢。依家唔降價，未來可能跌得更多，蝕得更慘。所謂撐住就有希望，希望渺茫，現實殘酷。各位老友，珠海樓市嘅悲劇唔係偶然，而係盲目炒作，透支咗紅利，瘋狂供地嘅必然嘅結果。港珠澳大橋救唔到炒房客，救市政策都救唔到高位接盤嘅你。你以為係救市，實質係救庫存、救開發商、救銀行，唯獨唔救你。樓市嘅神話已經落幕啦，認清現實，放棄幻想，及時止損，先至係珠海業主唯一嘅出路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希望係對你有所幫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